国际刑事法院 ICC 以涉嫌战争罪甲违反人道罪，日宣布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格朗特，还有哈马斯军事首领戴夫发逮捕令。纳坦雅胡表示 ，ICC 做的是反犹太的决定。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格朗特，也个哈马斯军事首领戴夫，拢因为涉嫌战争罪加违反人道罪，和国际刑事法院 ICC 发布逮捕令。在今年5月 ，ICC 的首席检察官卡林汉就申请发出逮捕令，以色列国在 ICC 的管辖权，并且否认在加沙犯战争罪。 זהו יום שחור בתולדות העמים. זהו צעד אנטישמי שיש לו מטרה אחת. Fundamentally reject the court's decision to issue arrest warrants for senior Israel officials. We remain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prosecutor's rush to seek arrest warrants and the troubling process errors that led to this decis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clear that the ICC does not have jurisdiction over this matter. 对这项逮捕令，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也有加沙百姓是拢正欢迎。但是哈马斯对伊的军事首领戴夫的逮捕令是无评论。以色列讲，戴夫已经伫咧空袭行动时阵死亡，但是哈马斯并无证实也无否认。这项逮捕令表示 ，ICC 124个签署国内面的任何一个国家，拢有义务伫咧因的领导甲因逮捕。不过以色列唔是 ICC 会员国，美国、俄罗斯加中国也拢唔是，大家就怀疑敢有法度甲因带去海牙受审。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has to be respected and implemented. 纳坦雅胡顶回离开以色列是伫今年7月去美国，理论上逮捕令是未发生。去年伊访问的真侪国家，包括3月去英国，这寡国家拢是签署国。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纳坦雅胡无啥可能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出访，也若这寡签署国家也拢无愿意拄到这种情形。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